我要认真了。好，你认真。我不服了。等一下，这算不算？啊，我输了。不是我先，对呀、脚动就输是吧？脚不能动，脚不能动。那我躺地上，我掉2个头。就离开也不行，对不对？就抬起来也不行。就是不能哦。来。哎，怎么回事？哎，我赢了，对吧？哼，做戏呀！哎，你太扯淡。